熊不是熊的大便，是熊便，对。所以呢，很多事情呢，我们不用去解释，因为时间未到。时间未到，人家说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对。那后学呢，这2天就看到那个佛陀后学来跟大家分享。后学想说，这个佛陀已经是一个不得世尊啊，大家知道不？知道哈，佛陀如来世尊，他也有他的前世啊。那他在讲说他的前世，或许想说他前世，他说佛陀有头痛3天，有没有听过一个佛陀也会头痛3天？会哦，你们一定我不知道呢，你说会，我觉得当活了还会头痛。后来原来那也是有因缘果报的呢。那么他为什么会有因缘果报？我们这时候来分享一个故事。从前呢，在波斯匿王国的时候，有一个儿子，第2个儿子，他叫琉璃。我要讲这个故事，或许会觉得说，哇，原来有一个叫做共业的东西，有一个叫共业的东西，有一个琉璃。那这个琉璃呢，20岁的时候呢，就因为他是皇子嘛，他就为了要篡位，他就把他的哥哥给杀了，把他的爸爸呢给罢国了。所以呢，他就当上了什么国王。那这个琉璃当上了国王之后，他呢，你觉得像会杀了爸爸的人，会杀了哥哥的人，然后罢免了爸爸的人，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人呢？他一定也不是什么很 OK 的人。他的旁边就是一些奸臣、巧言令色的佞臣。然后呢，他就跟这个国王讲，他就跟这个琉璃王讲，他说啊，大王啊。我告诉你，当初呢，我们在那个释迦国的时候呢，你在学习，可是那个释迦国的那个人啊，释迦族啊，都骂你，都辱骂你，欺负你。那我觉得呢，你现在当上国王，你要怎么办？报仇，报仇！哇，那这个国王听到，对呀，我现在当上国王了，对不对？我该不该报仇？该不该？该，你们就不该，但是你现在说不该啦。如果琉璃王如果那时候说不该，就没有那么多事了。后来呢，琉璃王说对，此仇必报，非琉璃王，对不对？后来呢，他在那个2臣的鼓励之下、怂恿之下，他就去怎么样？要去打那个释迦国。那这时候，佛陀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佛陀的前世他也是释迦国的人，所以呢，他不会因为他这辈子当了佛陀，人家要去打那个国家，他就置之不理，他有慈悲心。所以呢，佛陀呢知道这个消息，他知道这是他们那一家国家的共业，共业共业不是这一个人哦，这是这一个国家的共业哦。所以说，这个共业果报成熟了，但是为了这个祖国的人民呢，他还是要怎么样尽心尽力。所以佛陀呢，他一个人就跑到了一个枯木的下面。什么叫枯木？你知道吗？那个树是没有很茂密的树，他就在枯木下静坐。他在静坐，他在等待谁？等待琉璃王。搞不好等下题目就在这里哦，要专心听哦。他就在等待琉璃王。那这个琉璃王呢，远远的就看到了谁？看到了佛陀，他就在树下静坐。他心中百般的不愿意，他百般的不愿意，但是他还是怎样下来顶礼佛陀。他还是下来顶礼佛陀那么他就问佛陀说：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枯下里面怎样去静坐呢？而不到茂盛的树底下去静坐呢？那佛陀他就说：他说亲族之应啊，更胜于应。他讲的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他就是在跟琉璃王讲，他说啊，这个国家的亲族，你要去打这个国家的亲族，就好像是我的树荫一样。那没有这个国家的亲族，那我在这个树荫底下去很贸易的去享受，那我会很难过，我的内心会很悲痛，慈悲心啊。所以这时候琉璃王有被他感动了，他心里就在想说：哇，佛陀你真是慈悲啊，你真是悲心悯人啊，对不对？于是呢，他心里在想，他就在想
说，以前在国跟国打仗的时候，只要遇到了沙门啊，你们知道什么叫沙门吗？沙门就是出家人啊，比丘他们修行人啊，你必须要退下了，你就不能再去打了。何况你今天遇到的是谁？佛不得，你何况还要，所以他就真的退兵了。但是他退兵有没有想说他打消了他要去打释迦国的念头？没有，他连续3次都是要去怎样打这个释迦族，可是佛陀也3次同样的都是怎么去阻挡这一件事情，同样的动作连续3次，到最后佛陀心里想，他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琉璃王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机，因为那是释迦族的一种共业，所以他也不会再去怎样阻止的。他只是很感叹说，为什么释迦族你们人家来打你们了，你们还不赶快忏悔反省呢？你们怎么还不知道你们前世有这样的因果，还继续在这样子的造恶造业呢？他感到很难过，所以他也不会去阻止的。那后来，终于琉璃王要去打释迦族了。那谁知道了？目犍连尊者知道了。那目犍连尊者他是一个有神通的人，神通你们知道吗？神通，对，他知道哇，琉璃王要去打释迦国了，他有神通，他也想要，佛都是慈悲的哦，他也悯人哦，悲心悯人哦，他就跟佛陀讲说，他要去保护那一国的人。那佛陀就告诉他说，你没提，你不用去了，这是他们的共业啦。但是目犍连尊者他听不听？为什么？因为佛的心慈悲，他不管怎么样，他一定要去怎么样救人。对呀，我快后学啦，或者说今天后来我刚开始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目犍连尊者他就说没关系，他有什么神通，所以呢，他就运用他的神通呢，去把那一国家释迦族某些有精英，就留一些精英嘛，不然这国家这样就败了，留一些好的精英的人在他的什么衣钵里面，他用神通把它怎样盖起来。结果呢，琉璃王呢，总共在释迦族呢杀了3亿多的人民。对，后学没有办法好，我看那个多3亿人民，你们去想那有多少？我也不知道就怎么会这么多人啊。那么呢，战争结束了，目犍连尊者呢，他就跑去跟佛陀讲，他就说：“你看，我用神力保护这些人，那些人都被杀了。”佛陀就摇头，他说：“你现在去看看你的衣钵，就那衣钵一打开，人都死了，全部都变成血水。这是他们的什么共业？所以呢，目犍连尊者说：难道我用神力救他们，也没有办法免除他们数世的业力吗？”佛陀说：不行，因为人他必经过的共业，因为他生老病死、罪福因缘，你都没有办法去改变。所以佛陀就告诉他说，目犍连就跟佛陀讲说：那也安呢？怎么会死了这么多人，没有一个能够逃得过？那这时候佛陀就告诉他说从前有一个村落，那这个村落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池塘，那这大的池塘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鱼哦，那么有一天这个全村的人，他们就说：哇，这个鱼又肥又大又多。结果全村的人都说，我们要来把这个池塘的鱼全部怎样打捞尽，然后把它吃掉。那全村的人都来打捞了哦。你们知道以前那个村只要打捞什么，那规村的人都来到查哦，然后每一个人分回家吃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其中呢有一个小男生，他心地很善良，他不吃肉，但是他也会很好奇。哇，他就看到有一只特别大只的鱼，然后就在那些鱼，他拿了棒子在那个鱼的头上敲了3下，砰砰砰3下了。那他就说，那现在呢，你去想哦，那一只大的鱼，他抠的那一只最大的鱼，
就是现在的琉璃王。那琉璃王带的那些军队，就是当初被打捞的那些鱼群。那打捞的那些鱼群，那些人呢，就是现在释迦族的人。那个顽皮的小男生就是谁？佛陀。所以呢，佛陀他说，这一切都是因果，所以他包括他也要头痛3天，他要成道前他要头痛3天，他要消他的什么业力，他要消他的业力哦，不是你当佛菩萨你就不接受这样子的，因为这些东西它是活生生血淋淋的怎么样还在的，因为它是你所作所为所造业不完。那时间到的时候，果报还自受。你种什么因，你就得什么果。所以说，今天佛告诉我们说，天堂有路是得待路，地狱无门最远路。你们想要去天堂，有没有路？有路啊！你只要好好的行功了愿，行。